過來看一件真坎坷的代志。台鐵的多功能便所原本是為着提供予新長朋友或者是嬰仔要換尿珠啊等等的需求來使用的。不過說有人佇咧內底洗身軀，而且佫洗甲這水溢出來到車廂。警方表示講，這個查甫人的行為已經違反鐵路法，相當是會當加罰7500塊。台鐵113處區間車的民眾攏議論紛紛，因為車頂的多功能便所一直有水流出來，車廂淡薄糊，車長趕過來請伊穿好衫離開便所，為免上傳網絡引起討論。台北所獲報，台鐵1136車次第5節車廂廁所疑似有民眾洗澡。員警獲報抵達時已無現場，後續調閱相關監視器，釐清案情。警方調查是暗暝51歲姓潘查甫人，毋是在管的家友，也無住佇北車周邊，因為長期佇一分車廂向民眾借錢，攏無行，真早起罪。伊無經過允准，佇列車便所洗身軀，造成車廂垃圾，已經觸犯鐵路法，相當應罰代票7500。覺得很下課啊！怎麼會有人這麼做呢？貪小便宜吧，不想在家裡洗用水，所以就出去外面用。太奇怪了吧？為什麼要在火車裡洗澡？我這輩子都沒聽過這種事情。根據台鐵統計，4月台鐵就發生3件車廂淹水的代志。25星期無關便所的水道頭，互車廂淹水，列車滿分。25星期佇便所洗身軀，車長閣廣播勸導。即馬閣發生佇便所洗身軀的案件。案發了後，台鐵已經加強車廂甲多功能便所的清理。記者綜合報道。